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5月15日，我哋喺同大家一齊探討一單近期好受關注嘅新聞，恒生銀行嘅大規模裁員行動。自從今年3月下旬發放花紅之後，恒生銀行開始咗一場裁員風暴，裁員幅度由 10% 到 50% 不等，預計6月底前完成。呢場風波唔單止震撼咗銀行內部員工，亦都令業界同公眾開始討論人工智能 AI 技術同裁員有冇關係。AI 又會唔會改變銀行業嘅遊戲規則？今日我哋會深入講解呢單事件，仲會透過2位員工嘅故事，了解裁員對個人嘅影響，同埋點樣喺 AI 時代揾到新出路。裁員背景，一場未完嘅風暴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恒生銀行裁員嘅基本情況。呢次裁員涉及唔同職級，由基層到高級管理層都有人受影響。裁員主要集中喺中後勤部門，例如後勤支援、策略同企業發展部、資訊科技、IT 部門、企業傳訊部門同埋恒生指數公司。部分部門裁員幅度高達 50%， 有員工形容係重災區。根據銀行發言人嘅聲明，呢次行動係為咗定期檢視業務同營運，根據市場環境嘅變化作出調整，包括優化功能、調整結構同提升員工技能。不過呢場裁員唔係孤立事件，過去5年，恒生銀行喺香港同其他地區唔計中國內地嘅員工總數已經由2020年嘅7925人減到2023年嘅6982人，裁員趨勢早就出現。呢次行動仲被視為母公司匯豐銀行精簡架構策略嘅一部分，同時同資產質素下降同全球經濟唔穩定有關。但除咗呢啲公開原因，仲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哋思考。AI 技術會唔會係裁員背後嘅隱藏推手？講到裁員嘅影響，我哋先嚟聽聽一位被裁員工嘅故事。化名陳先生喺恒生銀行後勤支援部門工作咗15年，從來冇諗過自己會成為裁員名單上嘅一員。3月下旬嘅一個下晝，佢被上司叫入會議室，收到即時解僱嘅通知，仲有代通知金同高於勞工法例要求嘅長期服務金賠償。陳先生回憶話，嗰一刻我腦袋一片空白，我喺恒生服務咗大半生，從未諗過會咁樣完結。雖然賠償唔算少，但未來點算？我快50歲，搵新工傾何容易？陳先生嘅經歷唔係個別例子，好多被裁嘅員工都面對類似困境，尤其係中後勤部門嘅同事，佢哋嘅工作多數重複性高、流程化。陳先生坦言，近年部門已經引入自動化系統處理文件整理同數據輸入。佢亦聽過管理層討論 AI 工具點樣提升效率，但從未意識到呢啲技術會威脅自己嘅飯碗。我以為 AI 只係輔助工具，點知佢會直接取代我哋。佢無奈咁講。裁員之後，陳先生一度好低落，但喺朋友嘅建議下，佢報讀咗一個本地機構提供嘅免費 AI 基礎課程，學習點樣用 AI 工具做數據分析同辦公自動化。我唔係年輕人，學新嘢好吃力，但如果唔學，我可能真係跟唔上時代。陳先生話，雖然前路未明，但學習 AI 令佢重燃希望，或者可以轉型去其他行業，甚至做自由工作者。陳先生嘅遭遇其實反映咗 AI 技術喺銀行業嘅快速滲透。近年 AI 已經成為銀行業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嘅重要工具。從傾偈機械人處理客戶查詢，到自動化系統完成後勤文件處理，再到數據分析預測市場趨勢， AI 正係逐步取代部分重複性高嘅人力工作。根據 Goldman Sachs 嘅一份報告，AI 可能取代美國同歐洲大約1/4嘅工作任務，而銀行業正係受影響最深嘅行業之一。舉個國際例子，瑞典嘅金融科技公司 Klarna 透過引入 AI 技術取代咗700名客服代理，同時大幅提升服務效率。美國嘅科技公司 Salesforce 同 Workday 亦喺裁員之後重新招聘 AI 相關職位，顯示資源從傳統人力轉向技術嘅趨勢。雖然恒生銀行未有明確話裁員同 AI 直接有關，但佢裁員嘅部門，例如 IT 同後勤支援，同 AI 自動化嘅潛力高度重疊，難免令人猜測。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嘅化名張教授分析話，銀行業正係面對 AI 普及嘅衝擊，尤其喺中後勤領域，好多工作都可以透過自動化完成。恒生銀行嘅裁員可能唔單止係成本控制，仲係為技術轉型騰出資源。
佢補充，裁員之後，恒生仲有超過80個職位空缺，涵蓋數據分析同市場推廣等領域。呢啲同國際企業裁員之後轉向 AI 相關招聘嘅模式好相似。同陳先生唔同，化名李小姐係恒生銀行策略及企業發展部嘅一名中層員工，佢好彩避過咗裁員。不過裁員嘅陰影並冇因此消失。雖然我保住咗份工，但部門有近20%同事被裁，氣氛好低迷。李小姐透露，裁員之後未被解僱嘅員工要重新申請現有或者新整合嘅職位，仲要同內外部應徵者競爭。呢個等於話俾我哋聽，冇人係安全㗎，你必須證明自己嘅價值，否則下一次可能就輪到你。更令李小姐不安嘅係，管理層近期成日提到數碼化轉型同 AI 賦能，部門內部已經開始試用 AI 工具做市場分析同報告撰寫。呢啲工具真係可以節省時間，但我亦擔心，如果 AI 做得比我好，我嘅職位仲有乜嘢意義？李小姐坦言，佢已經自費報讀咗線上 AI 同數據分析課程，希望提升技能應對未來挑戰。我唔想被時代淘汰，但學習嘅壓力真係好大，尤其工作已經好忙嘅情況下。李小姐嘅故事揭示咗 AI 時代下留任員工嘅另一面，即使保住份工，都難逃技術轉型嘅壓力。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副主席批評，裁員同重新申請職位嘅做法嚴重損害員工士氣，好多員工對未來充滿唔確定感。銀行應該提供更多支持，例如內部培訓，而唔係任由員工自己摸索。佢呼籲恒生銀行呢次裁員嘅公開原因，包括跟隨母公司匯豐銀行嘅精簡架構，應對資產質素下降同適應經濟環境變化。不過呢啲解釋未完全消除外界對 AI 轉型嘅猜測。事實上，銀行業嘅數碼化浪潮早就席捲全球。恒生銀行作為香港領先嘅金融機構，點會置身事外？根據業界觀察，恒生銀行近年喺科技投資上好落力，例如推出智能理財平台同自動化客戶服務系統。裁員後嘅80多個職位空缺中，好多涉及數據分析同數碼市場推廣，顯示銀行可能喺重新配置資源，轉向技術驅動嘅業務模式。雖然銀行發言人未有直接回應 AI 同裁員嘅關聯，但佢哋聲明中提到嘅提升員工技能同優化功能，或者暗示咗技術轉型嘅方向。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化名林女士話，裁員唔一定係壞事。如果企業可以將節省嘅成本投入技術創新同員工再培訓，可能為長期發展奠定基礎。問題在於，恒生銀行願唔願意為受影響員工提供足夠支持，而唔係單純削減人手。佢建議銀行可以參考國際企業如 IKEA 嘅做法，為被裁員工提供轉職支援或者技能培訓，減輕社會衝擊。裁員對恒生銀行員工嘅影響係多方面㗎。對於被裁嘅人如陳先生，失去工作唔單止係經濟上嘅打擊，仲係對個人價值嘅質疑。對於留任嘅人如李小姐，裁員帶嚟嘅壓力同唔確定性一樣沉重。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批評裁員措施對內部關係造成負面影響，好多員工對銀行失去信任。不過危機中亦都蘊藏機遇，隨住 AI 技術嘅普及，員工如果主動學習新技能，或者可以喺變革中揾到新出路。正如陳先生嘅經歷，學習 AI 基礎知識令佢重燃希望，而李小姐嘅自學經歷亦顯示技能升級係應對未來嘅關鍵。張教授補充話， AI 唔係完全取代人類，而係改變工作嘅性質。員工應該將佢視為工具，而唔係威脅，透過學習同佢共存。喺 AI 時代，學習新技術已經唔再係選擇，而係生存嘅必需品。對於恒生銀行嘅員工同更廣泛嘅職場人士，掌握 AI 相關技能，唔單止可以提升競爭力，仲可能開拓全新嘅職業路徑。以下有幾個實用建議，幫大家快速入門。從基礎開始，報讀免費或者低成本嘅線上課程，例如 Coursera、edX 或者本地機構提供嘅 AI 入門課程，了解 AI 嘅基本概念同應用場景。陳先生嘅經歷證明，即使係零基礎嘅中年人士，都可以透過簡單學習獲得啟發。聚焦實用工具，學習用一啲常見嘅 AI 工具，例如 ChatGPT、文字生成、Tableau、數據可視化或者 Python 基礎編程。呢啲技能喺銀行業同其他行業需求好大。參與實踐項目，透過參與小型項目或者自由接案，
將所學應用到實際工作中，例如學習點樣用 AI 工具自動化辦公流程，或者分析簡單嘅市場數據，尋求社區支持，加入本地或者線上嘅 AI 學習社群，同其他學習者交流經驗，一齊解決問題。香港近年湧現唔少科技學習工作坊，值得關注，保持開放心態。AI 技術日新月異，學習過程難免遇到挫折，但正如李小姐話，唔學就一定會被淘汰，學咗至少仲有機會。政府同企業亦都應該承擔更多責任。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多項再培訓計劃，例如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RTTP 為在職人士提供資助學習新技術。企業如恒生銀行則可以考慮設立內部 AI 培訓項目，或者同教育機構合作，為員工提供轉型支持。恒生銀行嘅裁員風波，表面上係經濟環境同成本控制嘅結果，深層次則反映咗 AI 技術對銀行業嘅深刻影響。雖然 AI 可能帶嚟效率提升同成本節約，但佢對員工嘅短期衝擊唔容忽視。陳先生同李小姐嘅故事提醒我哋，技術轉型唔單止係企業嘅挑戰，仲係每一個職場人士嘅考驗。對於恒生銀行，透明溝通裁員原因同未來計劃好重要。銀行應該承諾為受影響員工提供更多支持，例如再培訓或者轉職輔導，減輕社會壓力。同時，投資喺員工技能升級，將有助實現技術同人力嘅平衡，確保長期競爭力。對於廣大職場人士 ，AI 時代嘅到來既係挑戰，亦係機遇。學習 AI 相關技能唔單止幫我哋適應變革，仲可能開啟全新嘅職業可能。正如陳先生話，雖然被裁好痛苦，但學習新嘢令我見到希望。未來嘅職場屬於願意擁抱變化嘅人，而家就行動，掌握 AI 呢把鎖匙，開啟屬於自己嘅新篇章啦。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分享。如果有任何意見或者問題，歡迎同我哋聯絡。希望大家一齊努力迎接 AI 時代嘅挑戰同機遇。本節目由人工智能生成，內容僅供參考同資訊分享之用。稿中提及嘅數據、故事同觀點係基於公開資料同人工智能推算，並唔代表恒生銀行或其他相關機構嘅官方立場或實際情況。聽眾喺使用或者依賴呢啲資訊之前，應該自行核實同尋求專業意見。